新竹县动保所顶个月伫个新埔的山区查到非法的狗仔拖整场，现场救到39只长期遭受不当对待的狗仔。这动保所甲这狗仔早登去照顾，而且有较济宠物美容业者合作，免费替狗仔洗身躯美容，那互这狗仔恢复整齐，也毋望这狗仔赶紧找到新主人。 泰国热闹的环境，四界拢臭味。新竹县动保所人员顶个月伫新埔镇山区查到违法狗仔探证场所，当场救出39只的狗仔，每一只拢有长期关伫笼仔内，毋但无洗过身躯，甚至有的狗仔拢有皮肤病。有宠物业者自愿来动保所替这些狗仔洗身躯、按摩。我们可以帮他们做一些美容洗澡的部分。那我们会带一些狗狗到我们店里去做清洁，那也有人就是最快的时间去现场帮忙做这些狗狗的清洁的部分。动保所感谢宠物业者发挥爱心，让每一只狗仔变整齐、变清气。 较卫生也较健康，包括它的清洁哈，还有它的毛发，还有耳朵，还有指甲哈，在专业美容师的这个修剪之下都非常的漂亮哈。那相信以后可以提高不少的我们这个民众的好感度啊，增加它的认养率哈。那动保所目前在持续照顾这一些犬只的这个身体的健康哈。那目前已经完成了没入的这个程序，那接下来的行政处分的相关的工作等到完备了以后，我们会依照惯例来予以公告认养。新竹县动保所指出，这39只的狗仔后续会完成行政程序后，依法充公，让民众领养，希望会当帮狗仔找到新主人，过好生活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